Joyce 啊，而家好多香港嘅客戶呢，佢都好想做小紅書，主要係因為而家經濟差，想改變呢個形狀。咁你覺得點樣做先可以幫到佢哋呢？小紅書係屬於一個生活社區嘅一個種草平台嚟嘅，咁佢而家嘅用戶咧，竟然係有3.5個億。咁我哋做生活類行業嘅客戶咧，其實好適合喺上面去做推廣嘅。咁生活類嘅客戶咧，屬於美容啦、健身啦、教育啦、大健康啦。第一步，我哋首先要開號啦，開號之後要做認證，之後咧就係做好內容嘅策劃，要針對我哋自己嘅行業特色去做好精準嘅內容。仲有我哋嘅運營，就係我點樣同佢帶標籤啦，我哋嘅發布文案啦、轉發、點讚啊、評論啊，即係因為佢都係一個互動性好強嘅平台，所以我哋係會通過呢幾個步驟去幫佢喺平台上去做呢啲嘢。咁我哋每次去見客呢，佢哋都會猶豫嘅點係對小紅書平台嘅規則唔理解，覺得究竟我做小紅書會有冇用呢？其實只要你行出嚟就會有用啦，因為我哋真係可以幫到你，通過內容嚟去策劃拍成視頻或者係做成筆記嚟去做推廣，通過我哋運營嘅能力呢，提升你嘅營業額。幫我點個關注啦，你就係自己人啦，後面仲有更多嘅獨家資訊分享俾你哋。